一季度一次嘅澳門樓市報告。喺今年嘅1月1號咧，澳門推出咗600萬嘅免稅政策。咁加上香港嘅樓市大升啦，喺兩項嘅利好因素底下，會唔會影響到澳門嘅樓市谷底反彈啦？咁今集會同大家咧睇下上半年各項樓市嘅數據變化。先講下成交，喺上半年咧差唔多有2100單嘅成交，比起上年咧就多咗差唔多52%，創咗5年咧同期以嚟嘅新高嘅。價格方面咧，從第一季度嘅72600平方米啦，跌到落第二季度嘅68000蚊一平方米，即係大概4400蚊尺左右折合，咁啊創咗13年幾嘅新低嘅。上升價跌嘅主要原因咧有兩個，咁第一咧就係第一季度大部分以新盤成交為主，而近期嘅新盤咧好多時咧都會有贈送裝修啦，或者係優惠價買車位咧用嚟吸客嘅，咁導致到咧價格咧會被拉高啦，而包含咗其他嘅費用喺入邊。而踏入第二季度咧成交係以二手為主啦，咁所以導致到咧成交嘅價格咧係會圓形。咁第二個成交量上升嘅原因咧，當然係受政策嘅良性影響拉動咗成交。咁亦都有唔少嘅人咧趁住政策係免稅啦，咁亦都做出一啲家庭或者公司嘅資產配置而導致嘅。總結一季度咧就係受香港嘅火熱帶動啦，同埋政策嘅良性影響。二季度咧政策嘅效力減弱，同埋數據咧開始回歸現實。咁我哋嚟睇下買家組合，去年首5個月非本地嘅買家成交量咧係146單，咁啊今年咧跌到得返67單，係去年同期嘅一半，同香港大量外地人同埋資金嘅情況完全唔一樣。非本地人咧只係佔到2.5% 嘅啫。咁主要原因係外地人唔喺免稅範圍之內咧，同埋對佢哋嚟講咧，澳門冇太多吸引佢哋嚟嘅誘因。澳門嘅樓市咧仍然係以本地買家為主嘅。咁喺成交價錢範圍方面咧，目前澳門最好賣嘅價錢範圍咧係400萬至到599萬嘅物業，比例接近30%嘅，而且仍然有上升嘅趨勢。其次係200至399萬係有25%，200萬以下係21%，600萬至到799萬咧比例漲幅係最大嘅。再睇下成交面積段，目前澳門最好賣嘅面積咧係50至99平方米，佔超過一半，而且個比例仍然係上升㗎。再睇下租賃市場，整體嘅租賃市場表現咧係比較好嘅，全澳門嘅租金環比係升咗0.9%。按分區嚟睇咧，升幅最多咧係氹仔舊城及馬場區，升咗3.8%，其次係青洲區升咗3.4%。咁其餘望廈同埋水塘、新口岸、外港南環、新填海區、氹仔市中心、路環都係升咗2% 以上嘅。而跌幅最大嘅3個區域咧，分別係南西環及主教山跌咗4.3%，林茂塘跌咗3.1%，高士德及下廉塘跌咗2.4%。按面積劃分咧，100平方米以上一個價格咧係升咗0.2%，細單位咧有輕微嘅跌幅。咁可以睇到咧，其實大單位係一路向好緊嘅。最後對澳門樓市下半年作出一啲預測。咁雖然咧而家已經係跌到13年前嘅樓價水平，再加上咧上半年好似升咗50% 嘅成交量，但我依然咧覺得第3季度咧係非常大嘅下行壓力嘅。咁唔好唔記得咧喺疫情之前咧，其實過去嘅30年啦，澳門嘅樓市咧